你好，可能你會奇怪，點解一個你唔認識嘅人無端端會寫呢封信俾你？其實就連我自己都覺得奇怪，點解我會夠膽向一個完全唔識嘅人寫我心裏邊嘅感受？自細我就係一個比較內向、比較怕醜嘅人，喜歡乜嘢唔喜歡乜嘢，除非係對住好熟嘅人或者父母。如果唔係，我係唔會貿貿然講出嚟，因為我驚俾人拒絕。所以我寧願唔做任何行動，總是我失望而回。中學時候嘅我係讀全男校，所以喺同女仔相處方面更加不知所措。譬如話點樣打開話匣，點樣問佢個聯絡電話，點樣約佢去街，點樣話俾佢聽我中意佢。呢啲對於我嚟講都係難過人類登陸月球嘅課題。所以入咗呢一間大專院校，我通常都係獨來獨往，識唔到人，更加識唔到異性嘅朋友。嗰日踏入課室，上第一堂嘅中國語文，係一個必修科。班上嘅同學來自不同嘅系別，亦都喺嗰日，我第一次睇見你。從你同朋友嘅對話之中，我知道你係讀商業管理嘅。你清爽純樸嘅髮型，笑上嚟兩隻眼蒙成一線嘅表情，都叫我唔能夠將視線拿開。我見到你身邊經常圍住一大班嘅男同學，就好似一班蜜蜂圍住一朵鮮花一樣。我就知道你係一個非常受異性歡迎嘅女仔。相比佢哋，我感覺到自己好似冇用，好唔爭氣，只係識得暗暗用眼睛睇住你嘅一舉一動。一齊一個班房啦，連早晨、拜拜呢啲咁普通嘅說話都唔夠膽講。後來我千方百計喺老師嘅點名簿嗰度睇到你嘅全名，哦，原來係呢個名。跟住我得閒就喺自己啲拍紙簿度寫你個名，寫完一張紙又寫第二張紙，中文英文寫完又寫，然後將嗰啲紙摺成飛機向天空掟去。寫咗好多次啊，所以你嘅中文名英文名我到而家都記得好清楚。呢個愛情嘅白日夢我發咗整整一個禮拜，唔係，應該話一個學期。然後課程完結，我冇在學校撞到你，係你同我上堂時間唔啱，撞唔到，定係你已經去外國升學，我冇辦法知道。呢封信我足足遲咗30年先夠膽寫，雖然今日你已經睇唔到。我諗我會將呢封信點用呢？或者好似以前咁，將佢摺成一架紙飛機向天空嗰度掟去，希望風可以將佢帶去你身邊，帶去30年前，當我仲係一個大學生嘅時候。我而家知道啦，愛一個人要用心，感動一個人要用行動。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有一個時效，愛情都唔例外。過咗有效日期，一切都會只成為不可改變嘅歷史。一個默默愛你嘅人，30年後寫嘅一封情信。